歡迎大家嚟到星期二得道節目。好啦，我係各位嘅節目主持，我係 Johnny。好啦，我哋今日繼續嚟到2026年嘅3月1號啦。好啦，咁今日係星期一，亦都話咁快就嚟到2026年嘅3月啦。好，咁今日最大嘅消息亦都係全世界咧最關注嘅事情，就係中東嘅局勢。伊朗咧被打爆噶。好啦，我哋咧今日當然係會用好多唔同嘅角度係同大家講咧周邊所發生嘅事情。包括埋咧係而家好多咧係失控嘅藍絲同埋五毛噶。好啦，早前咧就有消息咧流出，就話美國對於攻擊伊朗咧充滿住咧顧慮噶。我當時咧就已經同大家咧分析，我相信咧嗰個顧慮係真正係嚟自係美國咧嘅軍方。因為美國咧嘅軍方一直咧有好多人係認為咧中國大陸係敵人，而且小心防範。咁因此啦，軍方嘅評估覺得咧，如果呢一邊呢個戰事係拖延太耐，好可能會導致亞洲咧出現咗咧係空窗。呢個就係佢哋個真正軍事個評估嚟噶。喺個軍事嘅評估上邊，呢個我當然同意啦。因為如果唔使調航空母艦，就冇可能。而調航空母艦大家都知啦，航空母艦慢過飛機好多，需要係足夠時間先至可以咧橫跨下個大海嚟到咧中東呢邊。同樣地啦，嚟咗中東，即係意味住你好可能咧需要好幾天先至能夠翻去咧亞洲，甚至乎更長時間，因為你仲要考慮咧補給問題。好啦，咁所以啦。話而家咧出現咗咧空窗時間，其實咧係真噶。好啦，咁當然啦，有大量嘅五毛同藍絲都聽到咧咁嘅消息，話覺得咧好高興噶。因為如果夠膽嘅就同我打爆伊朗，我咧就乘機攞台灣啦。呢個咧就係好多軍事五毛最近喺度叫囂嗌咗好多日咧嘅事情嚟噶。佢哋想唔係咁叫都唔得。因為其實同樣地嘅叫陣方式，大家可能咧已經係有印象啦。對上一次委內瑞拉嘅極大嘅崩潰習近平個好朋友馬杜羅唔單止好朋友仲係兄弟嚟噶，稱兄道弟嘅獨裁者。咁咧就係俾美國咧夾走咗噶。咁當時咧班五毛就冇晒辦法，只能夠咧出嚟係繼續咧係叫囂。就話睇住嚟啦，我哋要夾走呢個咧賴清德。好啦，就話呢個咧美國嘅行動咧，話對中國大陸咧好有參考價值。好啦，就話咧台灣咧好驚好驚。好啦，真係慘啦，咁真係咧叫做係打飛機打到咧係上晒腦噶。因為咧中國大陸雖然喺度模仿美國，但係中國大陸嘅真正嘅對外軍事行動好成功嘅咧幾乎係一次都冇噶。係咁耐以嚟都冇。對上一次對外戰爭就係同越南咧係開戰。好啦，亦都唔使講啦。咁當然係冇任何咧嘅甜頭攞翻嚟，人咧釘咗大把。好啦，咁近代嘅現代戰爭又如何咧？咁完全係冇打過。最多開住隻軍艦撞自己隻海警，咁就發生過。咁成功擊沉咗噶，不過咧係擊沉咗自己人。好啦，咁解放軍最叻係咩呢？解放軍除咗最叻唱卡拉 OK 之外，咁我亦都客觀咁講啦，佢哋真係唔係淨係唱卡拉 OK。解放軍最叻嗰樣嘢係叫做拍影片，佢哋其實係荷里活嚟噶。最叻就係拍攝咧軍事影片去老點人噶。因為都唔使真打，拍片宣傳就得，咁淨係專心拍片咪得咯，唔使研究軍事啦。好啦，解放軍最叻就拍片。你叫佢真係去打仗，恐怕咧完全唔掂。好啦，咁仲有一樣嘢佢都算係在行噶，就係叫做係軍演啦。軍演就算係最大規模咧會做嘅事情。不過軍演還軍演，實際採取行動嘅時候，大家又忘記咗啦。個行動嘅最根本就係在於個情報英文叫做 intel， 唔係你粒 CPU 講緊軍事情報。一個情報嘅準確同一個情報嘅錯誤，大家咧所採取嘅行動嘅精確性相差咧極遠。好啦，中國大陸咧對外咧搞賄賂相當之咧在行，但係講軍事情報嘅準確性咧就慘啦。其實佢哋可以話得上係極度外行噶。因為根本對外冇試過咧採取行動，
成個係體制同系統都唔係咧準確地收集情報，跟住咧採取行動。所以大家搞錯咗啦。有好多五毛同藍絲以為咦中國大陸滲透得咁叻，咁佢咪即係全世界好打得？你而家講緊嗰啲滲透係經濟貪污嘅滲透咋即係話咧係嬲啲鬼佬喂一齊貪污有大茶飯食，收台底錢，好開心飲紅酒係嘛食雪茄，出去攬女講緊呢啲咋滲透佢喺台灣嘅滲透都係呢啲嚟嘅咋你以為真係好掌握軍事情報？真係唔好意思，完全唔係。佢喺外國啲滲透都係差唔多例如喺美國英國，佢的而且確係滲透，但係佢咧全部都係停留喺貪污啦、揾着數啦、食大茶飯啦、搞項目啦、同啲議員去玩啦、請佢去揼骨諸如此類，全部都係呢啲滲透咋某個程度上，你可以話咧，中國大陸嘅呢一種貪腐嘅體制攻陷全世界係真噶。但係亦都由於呢個係貪腐嘅機制同精確性咧，簡直係大纜都扯唔埋噶。好啦，因此你想用一個貪腐食大茶飯出嚟拍手掌真係唔係講笑啦！佢哋真係炮兵就好叻，係打炮翻上大陸你見一班咧，你淨係識得去滾，得去嫖識得去飲飲食食嘅人咧，就係走去搞情報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笑話嚟噶。好啦，有可能會有啲五毛話，喂唔係我見到中國大陸啲武器好精準咁當然中國大陸係咪完全冇任何先進嘅所謂科技呢？咁我亦都唔可以話完全冇因為咧就算做 demo 最低限度都要做到少少出嚟。個問題嚟啦，你能夠做到一個 demo 嘅成功，代唔代表你能夠咧係大量好精確地生產，係一個大問題。你嘅指揮系統係咪真係能夠咧係使用？又係第二個問題。你嘅軍人、你嘅部隊係咪真係全部受過精確嘅訓練去使用嗰啲嘢？又係第三個問題。其實正真係好似咧中國大陸咧嘅科技發展咁樣差唔多。即係話咧，可能佢做到某啲成績出嚟就好似我哋昨天同大家講，例如小米做呢一個咧跑車一樣。你話佢係咪完全唔跑得？佢跑得㗎。賽場上邊頭嗰兩圈咧，去到第三、第四圈就要減速啦，因為咧要散熱。佢永遠做 demo 咧，都係第一、二個圈就俾你睇咯，所以你永遠都見到佢嘅最佳狀態。佢嗰啲叫做後續嘅支援遇到嘅問題咧，佢全部同你剪走晒啊嘛。你睇 demo 梗係靚啦。簡單啲嚟講，中國大陸最精於嘅就係做戲，做戲就係排劇，就係做到一流。好啦，真真正正個系統咧嘅安全性就咧毫無保證。好啦，軍事咧最需要嘅係後者而唔係前者，但呢個咧先係真真正正安全同埋實力。呢一樣嘢咧係中國大陸極度咧缺乏嘅嘢嚟噶，真係假大空宣傳就 No.1。好啦，於是咧而家呢個時刻由於太多咧係失意、玻璃心、徹底粉碎咧嘅小粉紅五毛同埋藍絲，咁我哋而家咧只能夠咧出嚟大叫噶，話喂，而家係時候攻台咯，係嘛？好啦，咁賴清德次次都係賴清德咁賴清德咧就好驚好驚啦。好啦，真係唔係講笑，都真係好驚好驚你唔做因為如果中國大陸係曾經調派咧係解放軍係有所異動咁一早咧都會喺美國咧嘅掌握範圍噶啦。好啦，你要喺短時間之內咧係瓦解台灣咧嘅空防恐怕咧其實係完全做唔到亦都中共其實根本就係唔夠膽做。好啦，當然啦，你要避免好似啲五毛咁，就係咧可能會太過有信心話佢唔夠膽打。我哋要分清楚啦。我哋話佢唔夠膽打，講緊咧習近平整體嚟講相當之咧恐懼。但係我哋仍然評估打台灣嘅可能性唔係零，因為咧就係習近平亦都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其中一個好大咧嘅不確定因素，做好多決定咧根本都係非理性噶。即係話咧，雖然我哋唔覺得中國大陸係會打得贏，但係你話係咪一定唔會喐手呢？我哋唔會排除，但係幾乎都可以幾肯定，佢就算真係會喐，都係會揀一個相當之差嘅時機，無端端走去喐手。不過呢件事真係一個好大好大嘅挑戰嚟噶，因為再講多次，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係幾十年啦，係冇打過仗，更加唔好講習近平本人啦。習近平本人更加係完全軍隊無關。
基本上咧完全係一個冇打過仗嘅人，做緊咧係解放軍軍委咧嘅最高主席㗎。其實佢同哈梅內伊差唔多咯，咁佢都可以改個名嘅，可以叫哈梅內夫。好啦，呢節同大家係揭露到呢一度，請各位記得繼續節目撳 like，繼續社交媒體 share 我哋嘅節目，繼續建設性留言，亦都請繼續打開本台節目清單，欣賞播放再播放啦。我哋今次時間同大家係講到呢一度。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哋黑池嘅酒店。我哋為咗香港人提供一個好便宜嘅居所。大家啱啱嚟到英國嘅時候，其實係好難即時可以揾到屋租嘅。所以我哋咧為大家提供一個廉價嘅暫住服務，大家可以用一個好低廉嘅價錢租住。我哋嘅酒店有單人房、有雙人房、有家庭房，每個月由300磅左右起，提供一個短期嘅居所，只係收1個月按金。咁啊，大家咧當然最少住1個月啦。咁所以咧價錢唔係好貴嘅啫。亦都唔需要帶好多錢先至可以嚟英國，為一啲經濟方面唔係咁鬆動嘅朋友提供咗便利。我哋亦都有旅遊包車服務，可以直接由唔同嘅地方接送去到黑池嘅酒店。如果大家有需要嘅話，可以直接向我哋嘅酒店負責人聯絡。繼續節目之前，先要多謝 Surfshark VPN 支持本台。Surfshark VPN 可以保護你嘅個人資料被盜取，避免俾黑客盜用信用卡。上網可以體驗冇廣告、冇彈出視窗、冇追蹤嘅網站。粉碎審查制度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嘅審查，隱藏你嘅網上記錄，可以自由訪問新聞、娛樂同社交媒體。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可以睇 Netflix 同 Disney Plus 唔同國家嘅節目。不限裝置，訂閱 Surfshark 可以一家人用。幾多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賬戶。仲未安裝 VPN 嘅朋友，記得快啲安裝 Surfshark VPN。多謝。